由你返到屋企嘅一刻，只需用住客專屬手機應用程式上嘅 QR Code 就可以一拍開啟大閘、大堂同會所大門，甚至收信又或者收件，過程簡單，由一部手機免觸啟動。一踏入屋企，燈、冷氣都可以喺手機應用程式或以聲音操控，輕鬆遙控家居設備。安全性喺科技帶領下都有嶄新嘅體會。當有訪客到訪嘅時候，你就可以透過智能視像對講機或手機應用程式同訪客聯絡。而大堂嘅人臉辨識體溫檢測系統，更可量度訪客嘅體溫同識別佢有冇戴上口罩，幫助保障住戶嘅健康。你亦可以預先喺手機應用程式向訪客發送，只需要嘟一嘟 QR Code 就可以順利進入屋苑。HKT Smart Living 安裝一系列智能感應器同網絡攝錄機，屋內嘅狀況隨時都喺掌握之內。如有特殊情況，手機程式仲會收到通知，免卻生活嘅煩憂，就可以更盡情享受生活。配備咗雙光纖入屋同 Mesh WiFi 6技術，務求將網絡速度、穩定性同高覆蓋等多方面優點帶俾住客，迎合新常態下需要在家工作、在家學習、在家娛樂嘅需求。更配備 5G 流動通訊網絡同戶外 WiFi， 網絡時刻隨身，令生活更領先。智能科技更伸延到屋苑嘅每個角落，貼心嘅智能禮賓司機械人唔單止可以向住戶提供會所以及屋苑周邊嘅資訊，仲會為住戶嘅健康把關，幫手消毒環境同量度體溫，悉心照顧每個住客所需。想知道屋苑嘅最新資訊或者通知，住戶可以透過智能鏡得知，更可以隨時輕鬆預約會所服務。另外，會所亦提供設備俾住戶量血壓、血氧同其他身體健康指數，而喺公共空間範圍更融入綠色智慧，引入多項嶄新系統同裝置，建構綠化環境，內內外外全面將悠然便捷嘅生活模式提升至另一層次。